好，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到屏东的东港甲枋寮。最近不管是伫咧近海，也或是伫咧布岸边，到3更半暝啊，也是光闪闪。有袂少的渔民家己炸电火去掠麻糍，讲一暝会当掠到2000外尾，冲啊卖到10外万，甚至有人较够掠的，3工哦，就会当掠赚超过100万。这枋寮乡长讲，今年的麻糍大爆发特别多，当地渔民今年会当过一个好年咯。你好几位？啊，你好甲挂目镜啊？是啥物物件，互民众面热甲即现的？半暝啊，摕电火驱伫咧布岸边。这内底有几尾啊？这大家拢伫咧好活跳的麻鱼仔，莫看因无点，敢若一暝就当互渔民赚10几万，阁有真侪北部渔民专工来互麻鱼仔。哪里有鱼就会往哪里跑。行情好的话，大概170、180都有啊。但年11月到1月是野生麻鱼仔的产季，今年屏东东港枋寮樱花有真侪麻鱼仔，行情介绍一尾95块，那认真了3工会当赚100万。枋寮附近海域近几年来少有的盛况，捕捞或者观赏的同时，也要注意这个自身的安全。屏东县府农业处讲，为顶个月中开始，国渔会已经获超过26万尾。我日本含中国的海蟹甲无麻鱼仔，所以未来继续会阁继续野悬。嘛，声真侪民众来遮找宝藏，希望这批麻鱼仔会当互大家过一个好年。